对对因为我嘛对。是文青遐小粉丝啊。哎呦我哎呦都有看伊演的8点档，哎呦，很帅啊呢。谢谢。你养底下哎，我记得无，伊讲伊知啦，伊知啦。还没正音呐，还没办过好啊。是，伊即摆意思就真腼腆的，就是讲吼，因安尼吼，即摆加两啦，哈啊，就是安尼。看有机会再放一下爱开市一个对啦。啊，文先兄啊，意思就是安尼啦，吼。了解甲阮年母问者吼，啊，你即摆对着就是这个27岁查某囡仔，要求哦，哈，少年，少年嘿啦，咱是真正有少年人这个机会。对，是我表演你者。知伊要表演咯？哦，伊拄仔有讲，嘿，伊讲有魔术，来，嘿我想要看一个，来你是要变啥？我想要变一个什么？关有白的，白杯是白啊的。哦，嘿白嘿啊，这个白有62张。 52张，嘿，你凊彩讲一张。六什么辣？哦，乌头、红头、四角的，红头辣，红头辣，嘿，红心六，红头辣。对，我头拄啊有加一张白，冰过来，放伫内底。哦迄个白就是你敢袂讲你即摆讲迄落台语变袂出来？伊无要听你的话，伊无要听你的话。哎呦，听无啦，嘿啊，音乐的高调哦。高调哦，是我是红心辣，红心辣。嘿，好，迄张白就变过来放伫内底。哦，真的吗？嘿你事先已经放在内底啊？嘿，对。又着我对我意思啥呢？好来，好，来，好，我即马拍开，嘿，摕出来，摕出来，好，安尼，好，你个镜头前顶开，等开。哦，紧张，刺激，我看到啊，下即摆到底听有台语无？这个世界魔术真正这么怪奇吗？即摆这张牌都要变过来，1、2、3。真的变了。你跟我叉叉呢？哎，伊真正听有台语呢，我跳舞啊，唔敢我讲的。嘞。哎，伊毋是变色的呢。哎，而且我拄啊无甲伊讲，无甲伊讲话呢，足恐怖。嘿啊，这记号。哎，安尼这真高，厉害！哎，这读人的心的感对觉。啊，是，不过真正阿明我嘛唔知，不过咱袂当去讲破安尼你知影我即摆答案的答案是啥物无？你同我我唔知。哦，你唔知吼？是，不要紧，唔知上好啦。我甲你讲，我的高中同学，伊就是以前就像詹老师的，就像张维忠老师。李忠老师哦，伊航空。哦，你对，伊以前的时阵有无？有呢，这是一种言论哦，有行哇，有行哇。哎，不过老师较想了，有当时啊嘛是空空的，老师足好追，足好笑的啊，是，哎，唔行呢，行呢，无讲无发现，咱目镜借你挂。哎，张老师你好啊，不行，老师你赶快看着阮这洪水安怎？超像仔啦，啊，对哦，这，有拍你啊，哎，空来，健康啊，有啊，哇，真好就对啊，阮家是带财啦，有行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紧的哦，机会来，咱就紧的唱哦，吼，小叶嘛是共款，好，加油哦，加油，手控。然后讲请手答，咱来当试哦，吼，好来，请出题。啊，忝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来到台中的新社的古堡庄园吼，你若忝啊吼，会当坐一个，休困一个，享受一个下午茶。来，我来试看卖这个咖啡。啊，爽啦！啊，我知影要出什么题目啊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下午茶的台语到底安怎讲呢？请问下午茶的台语安怎讲呢？下午茶，吼，好来，咱请手答，好哦，来，空的，咱试看卖。下晡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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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啉下晡茶无？我就想的，大家一个巧巧克力吐司，
巧克力吐司。巧克力吐司，哦，巧克力巧克力吐司。巧克力都小胖，你今嘛伫撩妹哦？我无咧哦，安尼你哦。讲我阿姊招咧吼。嘿我是感觉袂歹，毋过拢无食着什么好安尼哦。我咧甲你提示，给人哥，所以爱叫茶吗？无比，下波 B 啦，加 B 的 B 啦，下波比，下波比袂歹哦，吼，下波比。真正空空啦，那就够水不。过你莫，少年人拢会点头哦。下波比哦，袂那歹。你无比无？跳舞啦吼，嘿确定吗？无比，好，来，老师，下波比对唔对？太扯唔对。下波 B 不过真创新啊。对啊，吼，真好，真好。非常符合少年人。唔是下波比，你会是什么货？贵豆茶，贵豆这嘛真好呢。我刚才为贵心茶，嘿，贵豆茶。贵豆茶吼，那卖较复杂的。茶米哦，茶米决定一个。下波茶米。茶米，下波茶米好，水哦。好，老师是不是下波茶米？太扯嘛唔对。啊，是啊，真正会挂有啦。啊，后来咱听老师讲者，来老师，啊，这应该不是咱原来有的物件啦吼，这是对英国来啦吼，是英国人因伫下晡时啊吼，因做 tea time。普通时啊，迄阵啊，毋是干那食茶尔，因食茶以外，你甲看，敢若食一顿饭共款，有足济食的物件，啊 sandwich， 还是什么 cookies， 还是什么 crackers， 有足济会当食的物件啦。啊，重点毋是干那伫迄个茶尔，所以咱一般甲伊讲的是讲下晡点心啦，下晡时啊休啦，啊会当啉咖啡啊，食一点心啦。对。吼，所以因暗顿拢总爱食，因为下晡时啊2、3点啊吼食足饱的啊，所以到咱5、6点的时食袂落，拢到7、8点才去食暗顿。是，所以咧，毋是干那啉茶尔啦，嗯，吼，重点毋是干那伫茶，主要是遐食的物件。这哦，咱台语的音就是安尼啊，吼，足水的，啊，毋过迄只差一珠珠啊，就敢若咱听种眼药眼药，嘿啊，吼，怪怪安尼，就是迄个音啦。所以讲吼，咱就是豆豆啊爱练迄个音，啊，若有诶吼，真正甲摕去歌词内面足哦，来台语歌出来，就好听的。真正的，嘿，对对对因为我。嘛是文青遐小粉丝啊，哎呦我都有看伊演的8点档，哎呦，很帅啊呢。谢谢谢谢。你养底下的。我记得无，伊讲伊知啦，伊知啦。还袂转音啊，还袂办过好啊，是，啊，伊即摆意思就真腼腆的，就是讲吼，因安尼吼，即摆加两啦，哈，啊，就是安尼。看若有机会再放一下哦。爱开市一个对啦，啊，嘿，不先兄，意思就是安尼啦，吼，好，拢准备好啊，吼，好，来，咱手放喺另个顶面，请准备。好，听我讲，请手搭，咱会当试哦，吼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出来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你来到这个古堡庄园哈，你会当来到这个湖畔哈。这我帮你看卖哦，这有做者鲤鱼哈，哇，做者无共款的彩色的呢。哇，来食饭啊，食饭啊来哦！哦哟，哇，敢若最妖呢！恁是到底几啊天无食物件啦？恁，哇，好。OK， 哦，你先食哈，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要来出题目啊哦，请问鲤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鲤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鲤鱼哦鲤，鱼吼，伊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抢答。哦，来，文先，跟我这简单。你试过麦啊？试过麦啊？哦，照感觉啊。李喜啊，就是鲤鱼，哎，李就安尼，就安尼，确定哦。哎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鲤鱼？这嘛是一种讲法啦。哦，谢谢老师，来，恭喜你得第2分哦。哦，你好，不要紧你，咱来问一下，等下你知安怎讲？我拄则是咧想是毋是李戏，啊，毋过我无确定。对无确定就对对啊，，因为后无摆应该新7月才个7月对去你拄则是要先我等我先讲。你这嘛是安尼，等
啦，我想想，对，应该是你，无唔对。伊是咱这个会合无好诶，安尼讲好拍感情，不对啦，是你赢就是我哎呀，赢吼。心机嘞。所以我定过你啊，是无唔对，已经达成咱的目的啊。白目山听起来敢若真白目哦。是真趣味的地苗，真趣味的地苗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请吃蛋，起来起来吃来，蛋，系啊，来哦，好来。死点惊讲到啊，甘心啦，要死都要死啊！死就要死啦。啊，这边确实有分 A 啦 B C A C，好来，咱来先听一个港心的朋友啊，是安怎的？因为拄仔阮文清兄甲阮讲哦，即个乌龙派出所拄仔伫因兜遐，对，啊，所台以中是所以唔是不，是，都是一个山，要去你山顶的迄落啊，一个。无，伊伫屏东，屏东。屏东乌龙派出所，啊，即马改啊，较早有。哦。嘿，你屏东人我哦。屏东人，要挖东港遐。哎呦，刚人的阿嬷的乡下。啊。啊，毋过我唔知影乌龙。因为迄阿嬷的外嘿家啊。啊。乌龙算新园啊。哦。嘿，好啊，那咱这边的咧，来台湾的虽然嘉大阮这边是一开始有人讲绝对唔是 B，你讲的是啦 E 啦，啊毋过上尾啊时阵，害你就讲无我 B，我假在都是咩意思？啊，我嘛无确定哦，嘛无确定哦。是，所以讲你感觉趣味的就是50人加。对，啊因为50人，阮想讲人敢若无即个字是咧讲地名。有咧面呢，嘿啊，敢若恁咧，是，嘿啊白目山，敢若真正有即个山共款安尼。所以有两个 C，是有两个啊，A。好，咱来看一条正确的答案是。小米这边5条命拢留的，哇，这边剩1条啦。好，来，咱先甲迄落啊，嘿，起心是。哦，拄则有在地人啦，所以知影啦吼。是。遐真正有一个乌龙村啦吼，伫屏东迄海边仔所在啦，伊讲东港嘛，迄外海啦。哎呀，即马这个派出所以前真正叫做乌龙派出所，啊，因为就是人讲办案吼，不要迄落搞乌龙啦吼，所以共改名去啊。所以即马无这个派出所啊，不过遐佫有一个小学是叫做乌龙国小，所以乌龙国小还佫伫咧，干那个派出所无去呢。所以真正迄个所在是叫做乌龙啊。哦，甲即摆还佫叫做乌龙，所以因为伊在地人，所以知影哦，这是拄好因这队哦，大家拢答案拢对，就是因为知影有影有这个所在。我可能我爱去跳海啊。我大概吼，我真系怕死哦。嘿，你不什么欧龙？对啊。是哦，谢谢老师。